继续来看这个国军，国来爆发到强谍案。有这个帮派的干部专门来锁定到需要用钱的官兵，就用钱甲因换军中的机密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光华6号飞弹快艇的雷达官，为着15万来卖机密。国防部讲，这中国透过误导渗透国军，这对台湾的威胁是袂输予飞弹甲军舰。好险经传出来，这个是太阳联盟的干部涉嫌替中国吸收现役的军人，专门锁定欠钱阿兵哥，用现金也是贷款的方式，准备导航书和官兵照料。那么这种威胁，它不低于敌人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他的船舰对我们形成的威胁。一个部分当然由国安团队整体的这种侦办的一个机制，另外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军官兵的内部的检举。但你主要是其中一个被美收的姓刘的军人，正是光华6号飞弹快艇的雷达官，唔但以15万块的计数出卖军长机密，更加做中人，前后吸收7位现役也是退伍阿兵哥。唔但伫所有的军港，包括基隆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，拢有2位拢是海军伫北部重要的军事要地，留下秘密恐吓和敌军先制定战略。那么未来就是包括潜舰也可能部署在苏澳，所以内部的一些配置就是包括船舰的这个轮值状况、还有维修状况，以及基地内部卫星拍不到的这些细部资料，让共军可以进一步的掌握。面对中国各种渗透的行为，国军加强甲国安单位联防机制，加强官兵的保防教育，避免和敌军为内部瓦解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